跟住交俾天文台科學主任講天氣。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呢一節嘅天氣報告，我係吳燕琳。先睇下大範圍嘅衛星雲圖，可以見到有道廣闊嘅雲帶都係覆蓋住華南，預計今日都係比較多雲。而喺朝頭早6點嘅時候，各區嘅溫度大概就喺21至到23度。受到強烈嘅東北季候風影響，我哋預計今晚天氣會涼啲，加上風勢頗大，大家出門口咧記得帶翻件褸啦。今日詳細嘅天氣預測就係大致多雲，天氣顯著轉涼，有一兩陣微雨。朝頭早嘅氣温徘徊喺21度左右，之後會逐步下降，去到今晚市區最低氣温大概15度，新界會再低1、2度，吹和緩至清勁嘅偏北風，離岸同埋高地間中吹強風。而喺電腦預報圖可以見到，廣闊嘅雲帶喺本週後期會逐漸轉薄，而季候風亦都會緩和，到時候天色就會好轉啦。所以展望方面，我哋預計星期3、星期4市區最低氣温大概14度，新界部分地區寒冷，去到本週後期天色逐漸好轉，日間非常乾燥，氣温逐步回升，不過朝頭早仍然天氣清涼。多謝大家收睇呢一節嘅天氣報告，拜拜。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今日上晝健康風險預測，一般監測站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嘅水平。睇埋分區氣温。